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好啊，准备食饭啊。好，来，摕。晓丽啊，阿姨今日煮的吼，拢是一般的便菜，莫客气。阿伯、阿姨，多谢恁请我食饭，安尼麻烦恁，我足歹势。阁有种合紧的代志，阮爸特别爱我多谢恁斗相共。我听有丽讲，你日是爱上课，暗时我爱到过厝内行李，真无简单啊。有日吼，若是当甲你同款捌代志就好啊。爸，我嘛足捌代志啊，只是你不爱欣赏。干嘛呢？以你迄个成绩，都算是晓你，我看嘛唔敢欣赏你。啊，我伫学校足红足受欢迎呢。阿伯，丢你伫学校社团，真正表现了足好诶。哦，好啊，莫干那个讲话，来食饭啦。对，来食饭啦，啊！好，家里尽量食，莫客气。这顿真好食哦，加食过。加食过。喂，罗老师你好。哦，好，我到时再把费用算给你，拜拜。安怎是？罗老师，伊无法度继续教有你啦。小诺，是毋是你搁做啥物啊？我无啊，我啥物拢无做。毋是啦，是罗老师讲伊要出国读书，所以无法度继续教有你。你莫大概拢无问清楚，就先怪伊，人晓你伫遮。就是啊，拢无爱替我留面子。晓你，也是你愿意来做有你的家教老师。我晓你，伊是高材生，伊的程度已经甲大学生差不多啊。哦。而且伊较了解有你的情形，假使互伊来厝内教有你，我相信有你学习的效果应该真好。有道理。我嘛感觉安尼袂歹。还有伊个罗老师哦，我早就感觉伊教了无啥好，伊以前学的内容甲我即摆学的完全无共款。假使晓你会当来做我的老师，我的成绩绝对会当进步足济的。哎呦，你这嘛是咧甲我挂保证哦？晓你啊，我感觉明凤阿姨这个建议真好。你若是愿意，安尼回去了后，就先甲恁爸参详看卖。好，我回去甲阮爸讨论看卖。安尼，咱要互晓你偌济薪水？你讲应该安怎算？我是感觉吼，我的成绩这么歹，晓你来做我的老师哦，一定足辛苦的，应该要加互伊一寡钱，较免伊走去。哦，刘有丽，你凶悍吗？爸，
安尼啦，1点钟500块，唔对，600，然后有食无？有，安尼你暗顿就会当来阮兜食。你点去啦？等下阿伯阿姨就是我遐爱钱。钱毋是问题，问题是你。卡出晓你来教你，你共款无进步，安尼你是真正无救啊！哎呦，无问题啦。这是足好诶，安尼就等晓你转去问伊饱了后，咱才讲。即马大家紧食饭啦。啊，对，食饭，来，啊，加食我。对啊，晓得加食过。好食。好，多谢。冠华，食水果。先放咧啦。工厂代志遮尔济哦，怪早当来加班。对啊，做新运动的3年配置计划，互你经理看，伊无满意我就改；互大姊看阁袂用的，我阁改，改来改去，改我一粒头2粒大。冠华，我伫咧想，你是送医生去上课，我阁有一寡时间，不如我伫咧厝烘一寡饼摕出去卖，你感觉啥款？哎哟，迄哦，是会当趁偌济啦，你着当做兴趣就好啊。我想讲，假使我嘛会当趁钱，就会当减轻你的负担啊。我嘛有想过去外口找头路。也毋过，我已经做家庭主妇遐尼久啊，我惊无人愿意请我。也是我去甲阿姐讲，请伊伫咧新华替我安排一个机会。你去甲阿姐讨头路，安尼恁兜的人会安怎看我？我连家己的某拢饲袂起，怪你出去食头路。因袂安尼想啦。而且我会甲因讲，是因为我伫咧厝伤无聊，才想要出去找头路的。然后你去兴华，安尼同事会安怎看我？袂个，我反对。我只是想要斗3工。文林，我知影你为着我，啥苦拢会当吃啊。嘛安尼对待你拢忍落来啊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伫外口上班无共款，爱看人的面色。我一想到你去外口吃苦，我心就足痛的，感觉家己足无路用。你毋通安尼想啦！哎呦，好啦，是的啦，我袂阁讲找头路的代志啊。我会拍拼做代志，你放心。还有啊！顶摆我甲你讲迄个贷款的代志吼，你着当作我无讲哈。我就是你会为着厝的代志，甲我生气。哪会啦？厝是你的命，我这做翁的嘛是爱尊重你啊。唉，你放心，为着你甲医生哦，我一定拍拼做代志。就算我去卖货卖药纸，我嘛甘愿。你伫后白讲啥？我叫你好好，而且咱即摆的生活我足满意的，你莫互家己遐大压力好无？好啦，安尼我就拍拼做代志啊。喂，李经理，好，我马上到哈。李经理要找你出去哦。对啊，我提几落解，即摆唔去哦，伊绝对会甲我修理。你较早休困，免等我哈。好。啥？嗨，你这离婚啊？不是，你哪会来遮？我即马住伫恁对面啊，所以想讲来甲你泡招呼。哦，恁兜有够水的，我敢会当入去参观啊？哦，会呢。哦，真水耶！哇，哪会遮尔拄好？你就住我对面。交华兄替我介绍的。
伊甲伊小丽来住遮，对啊，伊讲遮管理真好，查某囡仔住伫遮真安全。啊，对啦，我敢会用叫你问机子。会用的啊，伊连我名拢甲你讲啊。对啊。进前交欢兄敢会常常来遮？伊无代志来遮创啥？我甲你的交欢兄无时间互相去对方的厝。我估计是恁足熟的，安尼恁熟识偌久啊？应该几个月啦，我无详细算。几个月啊？安尼你甲伊是生偌久啊5年啊？5年？5年前你遮读高中对无？对啊，迄个时阵我才高中，伊甲阮爸妈嘛熟识足久啊。像过年过节的时阵，伊拢会来阮宜兰的厝住一阵啊。原来伊去宜兰是去找伊，所以你甲交欢就亲像一家人共款。对啊，像过年的时阵，我会做伙围炉酒年；清明节佫会做伙陪饭；中秋节嘛常常做伙烘肉。真是足像一家人。安尼真好啊！有恁做伊的亲人，伊较袂孤单。有我伫的，伊要哪会可能会孤单啊？歹势，我敢若叫了伤久啊！我等下搁甲交欢兄去洗牙齿，我后盖再来找你开讲。拜拜，后盖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有够好笑，后盖见哦，拜拜。啥物叫你后盖见？拢遮尔晚哪袂转来？煞去啦！冠华上讨厌我伫咧医院秀的时阵较好伊。谁啊？喂？你好，我是西街停车的，林昂啉酒醉啊，请你落来接伊。哦好，歹势，我随落去，等我一下。哪去遮尔久啊？冠华，你哪啉遐尼济啦？我哪有啉伤济？我阁会当啉好无？歹势哦，干杯！要袂付钱？哦，是嘞，等我一下哦。付什么钱啊？付什么钱啊？你先瞧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是啊，我要找李经理啊。好。李经理，好，李经理钱创啥？阮阁要刷摊，阁要继续啉呢。好，李经理钱创啥？歹势，我喝酒醉啊！冠华，你啉伤济啊啦！你讲啥物啦？查某人讲话，查某人莫插嘴啦！李经理啊，我甲你讲啊，我知影一间店嘛，我带你去迄间店真好耍呢。我毋是李经理啦。你毋是李经理哦？你就是李经理啊！李经理，我甲你讲啊，拜托你啊，迄个新山线哦，你伫遐听我啦。你若无听我，我甲你讲，迄个陈总会甲你修理，伊会甲我。先生真是足歹势，我刚啉酒醉啊，辛苦啊，落来洗你哦。李经理，班主拜托。冠华，咱先来等休困，好，来洗你。我要甲李经理啉酒。李经理，等起来啦。
水茫茫，23000，人家开很济钱啊！李经理，这段我处理。你多谢你平常时遐尼照顾我哈，你让你给我表现者，来，好打，啉。原来你逐工拢遐尼辛苦，要毋过我完全无才调斗相共，要安怎做较好？狗子，敢要食早顿？遮尔济厝唔去住，是安怎互22岁住我的大楼，而且搁住我的对面？正确来讲，迄栋应该毋是你的大楼。安尼你是来挑工气我啊？我为什么要挑工去你？因为你真情留我拒绝你啊，所以你想要报仇出气。我为什么要为着这个代志报仇出气？我会做遐是因为遐地点好。搁方便，加上厝头个娘嘛真好，就安尼，无别项。鬼才信呢！陈文琪，你真奇怪呢。哪有？你敢若对配偶有意见？食醋？你随便啦，我是看你有新朋友，所以关心一下尔。迄天我甲某先生相亲，你嘛真关心吗？迄天我一直气嫌伊，我看反应较奇怪的人是你。sorry， 本小姐是要外口味，袂伫遮食早顿摆。今日早顿是特制地中海鸡肉洛梨小米沙拉。这个好。林克。俊清。你敢要先看者？这是啥物啊？回民进前请我查一个叫蔡素贞的人，迄个时阵我无想济，即马摕到资料，我雄才想到，伊是中亚城的丈母。讲到底，也是甲张友玲有关系。讲到这个蔡素贞，会当讲人口足济，跋筊、放荡来、诈欺。大行来，伊即个红了，嘛是因为提供所在，跋筊抽头，像这种案件，基本上拢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想无呢，菲兵为什么硬要管这个代志啊？一定是张家人爱斗相共。你有啥物拍算？交资料给我来处理。要毋过回兵一直问我要安怎回？你拖者，讲恁朋友也袂甲你讲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浓烟下。见讲就讲袂听。候选人哪会当替人讲情啊？伊是要选议员无？回面想好讲话啊！张家人爱斗相共，又袂拒绝啊！这一家人，所有代志拢会占便宜。我饲国雄栽培查某囝，毋是为了要服务因兜呢。即摆问题是，这寡资料是我先为张安迄边摕到的，假使咱无替伊处理好，一定会继续堆啦。俊清，回面迄边，你替我顾咧，绝对袂当互伊插手这件代志。安尼张家，我来处理。最近芳姐龙头兴华实业甲国际有名设计师 Alan Lee 签约，双方合作创立新运动品牌。芳姐龙头转型敢会成功，同业拢足好奇的。也毋过今仔日出刊的八卦周刊嘛报道，兴华董事长周嘉诚第3任夫人周明芳，捌伫酒店做过小姐，
伊的丈母蔡素贞最近因为找人跋筊，互警察抓起来。阮记者探听到蔡素贞有真侪前科，互抓起来了后，恐惊爱坐监。我说，有哩，恁阿样安尼？什么啦？你看，这顶面写讲，伊以前在酒店上班。哇，你爸足厉害呢！迄款酒店小姐蛮当接受哦。哇，伊生了足水的。这款我无法度接受啦。这恁都唔捌啦。酒店小姐变假哦，暗时佫会当 cosplay。袂歹吼，创啥？杀啥物啊？你有病哦！你才有病，我别乱讲，是你讲啥？你咧受气啥？你毋是真讨厌伊？我即摆较讨厌你。就有你！别跑了，好了，慢了，慢了，慢了。哎呦，阿姨，啊，稍等一下啊，哦。要紧啦，我也无咧赶时间啊。哎呦，阿秀，阿慧哦，啊，你若来洗头哦。嘿啊！啊，阮新妇啦。大家好，阿无你先洗啦，哈，阮来遐等哈。你等我一下。来妈，你看我看卖。伊是毋是着写啦？哎哟，敢若是呢。哎哟，伊哪会搁较出门啦？就是讲啊，若是我，都见笑死啊，搁敢出来。对啊。哎，啊你先做啊哎？呦，竟然敢这个叹气，真巧！哎呦，那我你看看，是伊啦，就是伊啦哎，阿秀，阿慧啊，啊你两个斜看看，哪会看到这么个欢喜？无啦，这是倒一个记者写的哈？这种代志伊也会写？哎呀，黑白写真害呢。啊好啊，恁新妇以早刚才是伫遐趁食。什么叫做趁食哈？你哪会讲啊这歹听啊？哎呦，杂志就真正安尼写，你哪会有这种查某入恁兜的门啊？杂志若是写喷水演员食，你敢会去食？哎呀，安怎讲哦，嘛是伫酒店上班呐，而且哦，因老母搁开交警呢。因老母是因老母，伊是伊。妈你怎么敢做唔对代志，跟你敢有关系啊？你哪还爱管人的代志啊？妈，哥哥，妈，哥哥，完事啊，来转啦。这记者吼，暗摸清楚，啥都乱写。哼，以后绝对要有报应。你唔免想遐济啦，当作无看到就好啊啦。你看啊。哎哟，你莫甲这本摕条条啦，看这无营养啦，摕转去厝啊，该等掉。妈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好，因为我煞害咱兜，互人讲闲话。我毋是一直拢有甲你讲过啊，恁老母的代志是恁老母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好啊啦，莫想遐济啦，来转啦。喂，我是。什么？我讲问一遍，恁两个为什么要相拍？哎呦，可信凯，你这狗死囡仔，你好好读书，搁假相拍。我甲你讲，你即马想好拢讲出来，若无我泡你死，你要信无哈？寇太太，莫拍囡仔啦。你想啊？我是张友丽的妈妈，这个囡仔发生在冤家是难免的，只要因知影唔对，会当改就好啊，莫搁用拍的，我会颠倒较害的。是我先动手的。友丽，你是安怎要动手拍啦？是毋是有啥物原因？因为伊笑我摕智障型手机啊，我无爽着杀伊，然后阮就拍起来啊。我等下搁要上课，你先回去啦。我代志已经足济足烦啊！你是安怎搁要惹代志？拄则你下务主任讲，你即种爱风纪两支小过，你安尼叫我转去要安怎甲恁爸讲？就老实讲啊，无咧。讲啥？讲你为着一支手机啊，就甲同学相拍，而且搁甲人拍着伤。我毋是因为手机啊才拍啦，是因为八卦周刊我才拍小开。
以你嘛看到？因笑你，我就是看袂落去。奇怪，在酒店上班，也毋是你家己想要去。外国的人也毋是你，凭啥物看迄个报道就敢骂你？讲迄种歹听话，一点仔拢无公平。我是在替你出气，你想做哭啊？就算我互别人讲，互别人骂有啥物要紧？你为什么还为着我，佮同我相拍？你甚至为着我，佮会互学校处罚？好啊好啊，你莫阁哭啊啦，你足见笑的。算知影就莫讲啊。还好啊啦，无代志无代志，你紧回去啦。有你，多谢你，你甲恁兜的人真是拢对我足好啊。也毋过你若是安尼，我就愈感觉对不起你。你莫冲动。爸，这报道是毋是你做的啊？对啊，资料是我互记者的。你哪会当会影呢？甲丢架事实现出来，足无道德的呢！你搁跳工互记者甲这个代志，甲杏花签约的代志，可以做伙讲。你要为大家误会啥啊？误会。好，你真了解张家是无？你甲我讲，这顶悬写的倒一项毋是正式的？张家生带三个某，是毋是正式的？即摆的某捌伫酒店上班，是毋是正式的？蔡素贞开交金，互警察抓起来，是毋是正式的？你哪会知影蔡素贞的代志？是张伟甲你讲的是？我哪知影无重要啦。重点是你竞选团队内底有人对你无信任，你敢拢免检讨是无？你敢袂用莫甲大学代志拢甲选去工作会哈？蔡素贞的代志是我请张伟私底下去了解的。就算你反对，你嘛无应该甲别人头的事实显出来啊！你敢若去了解，地检署的人敢会安尼想？因认为你去讲情，互因压力。你要摸清楚哦，你即摆只是候选人呢，你毋是议员，无选条，你啥物拢毋是啦。慧敏啊，恁爸是惊你受到连累。连累啥物啊？我也无真是要去讲情啊啦，我只是……若毋是恁救我的后骹，我甲友莲，我甲张家拢会好好。我来开。想啊，实在是。请问，我找徐国雄。徐国雄，阿姐，你哪会来？我想来来，你应该真清楚。这内底写的物件，你之前已经摕来侮辱阮一届啊！即摆搁伫周刊顶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阿姐，你听我解释啦。解释啥？免解释，就是超工要互因兜歹看的啦。爸，阮张家都会惹到你，互你安尼做。张家成，莫谈遐假诬告我啦！我早就讲过啊，徐家甲张家莫搁来往啊！你迄个未见笑的后生，一日到暗走来找阮慧敏甲伊高高甜，影响伊的选举。起码你迄个酒家女的某，为着因妈开交警的代志，搁走来找慧敏，有够超过的啦！恁张家做这代志吼，我看袂落去啊啦！慧敏，你甲你讲，有人甲你高高甜，干嘛呢？阿姐，你莫听阮爸讲的啦。我甲友莲只是冤家尔，阮……安尼明芳的妈妈呢？明芳敢真是爱你去讲情？你即马就讲个清楚，看到底是啥个唔对？假使是阮兜的人唔对，我认啊；假使唔是，看你安怎解决。张家成，这是阮兜呢，你来闹啥？既然你信用这款下流的手段，就莫怪我以后对你无客气。搁较下流的手段我嘛有啦，我算是有良心啊啦。我只不过是踢破恁张家的小鬼仔壳，互大家看尔。既然你甲话讲到安尼啊，咱就无啥物好讲的。为今日开始，阮张家甲你徐家惨无狗水无流。慧敏，嘛请你以后
莫阁出现伫我，抑阁阮亲人面头前，阮张家无欢迎你。张家成，请你讲话啊算话。阿姊，你听我解释啦。回避啊！你今日若是打出这个门，我就无你这查某囝，选举你嘛免选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为今日开始，阮张家甲你饲家田无够水无流。回避，嘛请你以后莫阁出现伫我，抑阁阮亲人面头前，阮张家无欢迎你。张家成，请你讲话啊算话。阿姊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是回避。回避啊！你今日若是打出这个门，我就无你这查某囝，选举你嘛免选啦。敢一定爱甲代志闹甲遮尔歹看？你毋惊伤害到回避哦？这么疼看也久年拖，尾都会做一解疼，彻底甲代志解决。我这边公关甲律师都已经处理好，就看报我的报道，我嘛要求杂志社回息嘞。你放心，公关这边嘛发新民报，互这件代志甲新品牌酒钱的代志会当分开。我知影，我知你的烦恼，我了解。我先去你。也毋过，讲真实的，这个代志是阮张家的私事，原本就无应该甲公司的公做伙。是，好。美凤阿姨，文玲，你来啊！你食饱未？楼下有菜，我去烫一个。阿姨，我食饱才来的啦。你莫插遐个八卦周刊，因拢有白写。因写的拢是真的。我真是做过酒店小姐，阮妈妈真是因为跋筊疯了。今仔日我感觉去洗头的时阵，嘛互人讲闲仔话，就连有你伫学校嘛好动好笑，拢是因为我。我当初根本就无应该。我顾大家反对，硬要嫁予恁阿姐。哎呦，我就是惊你后白乱想，才会走来找你的。这个代志根本不是你的唔对啊！大家拢因为我受伤，我哪有可能袂去想呢？我知影的明凤阿姨是一个有魅力、有自信的人，是进前。替我挽回我的翁婿，甲我爱做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的人，是一个对每一个亲人都会尽心付出的人。所以啊，你莫去管别人是安怎想的，这个代志真正毋是你的唔对，唔对的是别人。你唔免因为这个代志艰苦，知影无？文玲，多谢你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上支持我。那我一个哦，全家人拢是徛伫你这边的。咁安尼，对啊，当然是安尼啊。爸回来啊！讲有代志要甲大家讲，请咱落去一下。阿静，我认为爱告已经17声，一定要互因公开回息嘞。赞成，
搁互因死。都交律师去处理啦。是讲这个记者吼嘛，真是足厉害呢哈！是去倒位找这个消息啦哈？连民芳因老母捌互警察抓过，伊也知。伫幕后放消息的，都是齐国雄。你哪会知啊？我今日去市价，伊当我的面承认的，伊就是针对咱张家才安尼做。这个市国雄伊是咧创啥啊？咱斗甲伊无冤无仇呢，为什么要伤害咱啊？安尼侮辱咱？市国雄进前捌去公司找过幼莲，威胁幼莲甲徐慧敏分手，幼莲阁因为安尼甲慧敏冤家。无怪伊甲幼莲对慧敏口气遐尼歹，而且阁伫咧大家面头前甲慧敏带出去。恁的意思是，阿兄甲慧敏姐伊已经分手啊？齐国雄安尼做，毋那是因为幼莲甲慧敏。伊阁讲，咱拜托慧敏去替民芳的妈妈蔡素贞讲情。哪有啦？伊实在是有影话白讲呢。人我哪有去拜托慧敏啦？迄是迄天吼，民芳因老母来，我就约慧敏啊。慧敏嘛，拄好迄个时间到，两个拄着啊。慧敏知影迄件代志了后，就讲伊要找朋友问看卖啊。我甲民芳拢叫伊买哦，我有甲伊动呢。我哪有叫慧敏去讲情啦？伊既然要找麻烦。甲伊讲遮嘛无路用啦，兄弟，我已经甲齐国雄宣布，为今日开始，咱张家甲齐家互相无交叉。阿静，除了请律师到沙岗以外，我嘛会甲公馆参详看卖，敢有啥物办法会当应对？下人应该知影这件代志啊，伊会反应啥款？我拄则有甲伊讲电话，伊会当了解咱的立场，也毋过也是烦恼会影响到新闻档。我是伫咧想，徐慧敏即马伫咧选议员，替蔡素贞讲情这件代志，时间应该比咱搁较惊奉献出来，所以咱应该会当利用这点来反击。对，互因选袂掉，看谁的损失较大。若无，伊搁掠准咱张家好欺负。我无赞成安尼做，若用这款手段，敢若两败俱伤。我无希望厝内人受到搁较侪伤害。爸，敢讲这件代志，安尼准拄煞，安尼咱毋是白白受到伤害。媒体对咱这款老百姓无兴趣，只要咱莫受伤济，这个伤真紧就恢复啊。若是无愿意放下，伤害愈来愈深，颠倒袂好。我同意阿姐讲的，就莫阁继续互相伤害落去啊。要毋过，爸，我小等下，我也袂问你咧，你面的伤是安怎来的？莫怪伊，伊是因为我，所以甲学校的同学相拍。对啦，有人敢知影这件代志啊？我拄则伫转来路的，甲伊通过电话，伊已经知影。伊安怎讲啊？伊无讲啥啦，伊的心情真平静，嘛无按算要提早转来，伊先留伫遐，甲代志处理煞。哦，我感觉伊安尼真好，咱大家拢应该参像幼莲同款，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我相信，只要咱一个人团结同心，绝对无难关是无法度渡过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丢咧！我晓。家仔，讲话啊！是的，哎呀，人拢甲你回失咧啊！你毋免讲一声，是要讲啥？人拢甲你回失咧啊！是你先动手的，你毋免回失咧哦。对啊，我只是讲孙笑，就甲我拍到破相。看相，无甲你拍甲咱两支喙齿就袂歹啊！
那有人讲你妈陪酒，你安怎？敢袂怕伊？所以你真是甲伊当做妈。你进前拢咧创敌，我阁掠准你讨厌伊。哎，好啊，你两个。对幼儿就是幼稚啊，明明心内早就接受啊，佮死硬硬嘴巴，口心开就是白目啊，啥物话应该讲，啥物话不应该讲，拢分袂清楚。恁根本是兄弟咧鼓笑比无尾。谁甲伊是兄弟？我就无遐戆的兄弟。我才无遐尼，我嘛无你这种兄弟，也毋是咧练拳拍遮尔大啦。好啦。是的啦，安尼会赢吼。学着啦，我毋但爱回息咧，进前咧下不出，你无成功，我笑你阿姨的代志。多谢。啊，就一句多谢哦，我两记你一记呢，这就爱请我。请就请，想惊啥？哦，好啊啦，咱三个是好朋友呢。规定，不管你安怎玩，玩耍要好好，以后就算你拍到大医，玩家嘛袂当超过3工，知影无？行行去上课。慧敏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张家。你即摆去张家的时机唔对。点解母甲遐尔歹看？你即摆去，只是互家己歹看尔。阮对张家确实有做毋对的所在，毋过因敢要接受，我拢应该代替阮爸去甲因回息咧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也毋过要回息咧，免紧这个时阵啊。等因的心情较好，你才去，效果敢是较好。也毋过，莫也毋过啊！你听我的，我袂当互你去张家受委屈，好无？慧敏啊！阿嬷，你哪来遮？啊，伊是俊清啦，是我的助理。慧敏啊，你不爱甲明芳斗3工无要紧，也毋过，你哪着去甲恁老爸讲咧，才互恁老爸来侮辱阮张家。阿嬷，这件代志绝对袂。这件代志你恐惊误会啊！张友莲甲慧敏早就分手啊！慧敏根本无需要为了恁张家做任何代志，伊选举已经真无用啊！我因为恁的关系去管一寡乱七八糟的代志。少年的啊，你应该有读过书哈。我看你斯文啊斯文，讲话哪会这么无礼貌？我是当时碍着慧敏的选举啦。点解恁兜办婚礼？慧敏明明心情真满，无应该讲要变过啊！也毋过伊惊恁无欢喜，硬走去参加，搁耽误伊的做事活动，然后互因爸扇嘴皮。伊为着恁受着很侪委屈，恁敢无人为着伊唔甘？俊清，我拜托你莫搁讲啊，好无？我要讲，蔡素贞找人跋筊，迄是有成绩的。即摆慧敏身份真敏感。也毋过伊赶快想办法要替恁处理这件代志，伊是为了恁张家，连选情拢无要顾啊！结果伊得到什么？张友莲甲伊分手，张家成对伊无谅解，结果你今日走来遮，该兴许问罪。俊清，我拜托你莫搁讲啊，好无？阿嬷，咱来外口讲。少年的呢？你甲我讲遮济，就是咧怪阮嘛？你是咧怪阮影响着慧敏的选情？阿嬷，尊清，伊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告诉慧敏，今日因为恁张家落选，恁张家敢要当负责？好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慧敏啊，以后张家的代志，你拢莫阁管啊，好好拼你的选举就好。伊是毋是弄着啥物物件？我拄则赛车回来的时阵，去弄着人啊！咱遮济工，就是要互市价好看，即马就厉害的，当然爱主持公道，替阮阿姨报仇啊！
昨暗附近的产业道路发生一个车祸，平常时拢是司机咧载我，伊昨暝临时有代志，我就打电话叫阿静来接我，载我回来。我若是出啥物代志哦，阮某阮囝，你一定要甲我照顾啦。你敢袂当提供证明昨暗开车的人毋是你？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讲我讲白贼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存踪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